因那家当入石榴是台南府城特有的工艺。台南市文化局为着要推广在地工艺，伫中亚艺文中心举办入台南特展，有展出工艺师刘进文的作品，嘛有少年辈的艺术家结合传统和创新的作品。 眼前这个大福杯顶悬有夜婆代表福气，嘛有北山顶吉祥的图样。这是由捌得到台南美典传统工艺类首奖的工艺师刘进文做的。伊讲头起先用家当做基底，再搁用波钢木材立入去，形成这款家当入石榴的工艺。早前这枪材互人摕来做家具、生活等物品，每手伊加入艺术形态做创新。即阵伫入台南特展出侪头盖公开作品。 的功夫啊，即摆要看这足少的啦。对伊若讲就是对在地文化有帮助，会当互囡仔有加进一步的了解安尼。即摆目前我同我家遮的即个古早传来工艺哦，做一寡较特别的，即个咱们讲的烂的茶，互伊一个新的生命，呈现咱家己要做的思想甲空间，甲咱创造的理念伫咧内底。 家当入石榴对清代时期传到呾，上早伫台南的庙宇就通看到。这摆特展拢总有50件作品，唔干那木雕名，嘛有少年辈做伙参展，包含有手工画甲真有路的乌旗文化、新明的纸报，甚至有人甲传统元素结合创新，用黏土纸家章落去捏虎爷的体，用多元的表现形式，让人来明白工艺背后的内涵。阮一个人叫做新名贵神宫，就是我们自己有那种人啊，然后情绪，然后他怎么表现那种挣扎过程，然后同时间可能是结合的过程，然后就用虎爷的这个造型去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工艺师一笔一笔刻花样，每一条线条拢精画，现场嘛教大家顺手工艺美美角角。这阵特展当地中亚艺文中心展出，展到8月中，希望大家看到工艺文化水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